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，赶快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。伫台北东门市仔附近有一间已经开30外档的赤肉鸡店，店头专门用猪的后腿肉、个薄薄的鱼浆来做肉鸡，肉会当讲是真油，佮 Q 底底，汤肉的汤汁嘛拢袂去讨济，掺炒鱼、笋丝，还有香菇落去控，变做肉鸡的汤头，吃起来特别清甜。头家张富凯算算的是第2代，因老爸30多年前因为做生意失败，阵带因某炸一领面照批，翁仔姐2个人上北发展卖肉鸡，拄开始生意真歹，含因看的慢慢研究，也有改良，总算找到做肉鸡要好食的秘诀。第2代嘛接咧做，希望爸母一手做的滋味会上继续传承落去。我带5套，很水要喝无？我很水哦。食饭时间都还未到，打前都已经亲像咧战争咧。6、7个人兵头排开，有人负责煮面，有人负责吸汤，有的都爱随时来补充肉羹甲汤头。甲看单的头前，人客是安尼排甲叉，为着要来食一碗肉羹汤，排1、20分钟，这是真事常的。中午的时间慢的话，有可能20分钟啊，快的十几分钟啊，对，都要排队啊，那排长龙啊。烧烫烫的肉鸡面，一个甲芳上倒，人客安尼卖卡咧等，真大喙佫甲缩落去。甲看这个大网地的肉条，佫无啥浆粉，伊煮过了后，还佫真软溜。毋过步调佫真 Q 身，汤头嘛袂伤过高滑，猪肉的甜气完全伫咧这个汤头内底，还佫有这个香菇含笋丝的自然清芳。在外面吃饭很少会吃到那么大的肉羹，然后咬起来很扎实，然后肉不会煮得很柴。因囝伫咧头前无用咧做生意，第1代头家张青山，就伫咧后壁的厨房无用咧生肉条。人客食到的肉羹，拢是这个长工现买现生的。头家经迄落肉质较油的猪后腿肉，一工够爱生120斤。肉长差不多10公分左右，也不能太大哦，吃起来口感就不好。小甲肉一个，肉条都爱四刷落顶甲炸一个，肉袂当半青色，嘛袂当烘到伤老，口感都爱炸甲嘟嘟啊好。这都爱用慢火，煮了后爱搁甲翕15分钟。等全部肉都捏好之后，我们再开大火，然后就开始让它煮熟加焖那样。焖的用意是？就是让它的肉里面的那个咸味稍微散出来，肉吃起来不会太过咸。对，然后上到汤头里，一克一克甲煮好的肉羹甲糊起来，这当阵随当去闻到迄落香杠香的香味。也若这落煮过肉羹的汤汁嘛袂当拍算哩，用这款的就免过来熬大骨汤，直接甲笋丝、香菇甲炒鱼甲下落去，上尾再搁小甲牵羹一下，安尼就会当来称做清甜有滋味的肉羹汤头。我接手之后呢，就是延续父母的口味啦，对。持续延续下去，这样尽量就是不要味道走掉啊，不一样这样。这碗肉鸡汤会当讲是有因爸仔囝迄落满的自信。张富凯讲，要互这碗朴实的好滋味肉羹，要伫个手头会当搁芳咧30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